來講中東戰爭衝擊國際的原物料這個氣象來大起，都有業者表示講，18公升營業用的這個沙拉油，這個禮拜是已經對860塊起到880塊，也豆皮嘛是貴起哩。所以來，主計總處就要公布3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，敢會超過通貨膨脹警戒線2%，或者是認為講這個短期的影響也未出現。黃昏市場內打商價塑膠爐掛真懸，中東戰爭引起塑膠爐之亂，業者有感覺進貨變貴啊。市場消費者我哪有對策？我就廢物利用當垃圾袋，能自備我就自備吧。有留着有時候的話，把它擠在一起的話，我會拿到市場送給這個攤位。不過國際油價甲糧價一直起，對民生物資的衝擊，恐驚會一直起懸。市場的零售價已經有感受到黃豆原料起懸的影響。為這禮拜開始，包括大豆沙拉油營業用18公升為賣價860塊起到880塊，另外還有豆皮嘛為1斤145起到155。像以前就是少賺一點，大家客戶也可以忍受啊。如果漲得太離譜啊，也沒辦法。市場一直煩惱錢無物件貴。美國預定初十公布3月 CPI 預估年增率為2.4%，升到3.1%。台灣主計總處預定初八公布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，目前評估對春節干擾消息，國家持續啟動汽柴油雙萬起機制，國內油價調懸5%，對3月 CPI 直接影響是0.1百分點，整體可望維持在2%以內，未超過通貨膨脹警戒線。物價的短期波動一定會發生，只不過說波動的幅度在目前政府有一些吸收政策，或者是說貨物稅減徵的一個政策之下，其實除非戰爭真的是拉很長，不然對台灣的物價影響應該還是相對比較穩定。學者分析，短期內影響也未出現，目前觀察，若是戰爭在外界預測的時間內結束，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是會當控制，不過也是要對市場的變化一直加注意。記者採訪報道。